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。这是我的神，我要赞美他，我要尊崇他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。你凭慈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，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。耶和华众神之中，谁能像你，谁能像你？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施行奇事，显出荣耀。耶和华众神之中，谁能像你，谁能像你？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施行奇事，显出荣耀。牧师，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是2月13日，圣经共读的进度是《申命记》32章。申命记32章，这是一首摩西的诗歌，是要写予第二代的以色列百姓的诗歌。摩西希望因会通常常来吟唱。第一代的百姓已經倒佇曠野，第二代雖然因有見過新約，但是因刷落來要面對的威脅，毋是紅海，也是法老，乃是迦南地偶像甲婦女，這是另外一種的挑戰。所以摩西寫這首詩歌，要來提醒第二代的以色列百姓，互因進入應允地了後，知影應該要注意的事。今仔我分4段來甲大家分享。第一段是申命記32章第1節到14節。天啊，著按耳孔，我要講話；地啊，著注意聽我所講的話。我的教示要親像雨水降落，我的話要親像露水滴落，親像雨毛仔落佇幼幼的草，親像及時的雨水落佇菜踅。我要宣揚上主的名，恁著尊咱的上主做大。上主是石盤，伊的所做完全公平，伊是信實的上帝，攏無不義。伊公義閣正直，這個頑巧敗壞的世代，因悖逆，袂甘得做伊的囝。愚妄無知的人民，恁哪會安尼報答上主？伊檢視恁的老爸，恁的創造主，有建立恁的國家。著會記得古早的日，回想歷代的年，問你的老爸，伊會指示你，問你的時代，因會甲你講，至權者分土地，予萬國做產業，將世間人分開，照以色列人的人數定萬族的境界。上主的分業是伊的子民，雅各是伊的產業。上主佇曠野找着伊，佇拋遠野獸底口的地拄着伊。上主攬伊，照顧伊，保護伊，親像保護目睭人，閣親像鷹鳥拉伊的手，會食甲細隻鷹仔學飛。天開石鼓伸伊，在佇石鼓頂，只有上主引帶伊的子民，無其他生命的幫贊。
上主互因统治地悬的所在，互因食田野的土产，对石棚树密，对石头地得到橄榄油，搁食牛奶做的刺乳、油奶、羊仔颈油、巴山的绵油港、山羊，甲上好的小麦，嘛啉葡萄酒。这段我要来分享的是上帝的竞选甲恩典。摩西伊用天甲地来做保证，宣告这首诗歌有圣神律法的约束力。伊较目上主的话，亲像雨水露水，真温柔，阁无停止来润贴百姓的心灵，互因会通的生命会通成长，互百姓来传扬耶和华的名，将荣耀归乎上帝，阁互因知上帝才是这首诗歌历史的主角。第40讲，上帝是稳固无动摇的石盘，伊的作为完全充满公平、诚实甲正义。对比上帝的完全，百姓却是歪巧的鸡，因会惊踏歪蛇，侮辱上帝性命。所以摩西责备百姓，已经无记得耶和华才是生养、创造甲建立因的天父上帝。佮呼吁第二代的百姓来参考历史，才着长辈的传承，重新看见上帝伫过去逐世代的作为。特别节是强调上主的主权，伊伫万民中划分界线，伊的规模甲以色列人的效目，真正是真有关联性。因为耶和华伫万民中竞选雅各做伊的产业，看因做宝贝。伫拍远的旷野中守护因，亲像保护目睭人共款，互因有上好的眷顾。这个眷顾是用鹰鸟垃圾来做比喻，是表明上帝除了保护以外，常时也阁有严格的训练，为着是免互百姓会通长大成熟。所以耶和华亲自来带领以色列人来经历拯救，来证明外邦假神是完全无地位的。上主带领百姓得胜，搁徛权位，甚至对石盘中生出蜜甲油，嘛供应百姓食上好的食食，啉上好的葡萄汁。以上是第1节到14节简单的解说。伫这中间，摩西用石盘来形容上帝的稳固，代表伊的竞选是永无改变的。上帝伫拍远的旷野来竞选以色列人，嘛是出自上帝的恩典。特别是鹰鸟腊兽这个景象，代表上帝不只是养饲甲保护，更加是训练，希望百姓会通成长。那亲像父母伫囡仔拄仔学行路的时，双手虽然牵着，有时嘛会故意放手，互囡仔家己行。但是若看到囡仔强要跋倒的时，就会马上来伸手保护。所以，咱的生命绝对毋是偶然的。既然上帝对万百姓中间主动竞选咱，搁白白赏赐恩典予咱，咱就要有信心。当咱拄着困难的时，就要知这是上帝在甲咱训练。伫这个过程中间，上帝绝对会伸手来帮咱甲保护。接着，我来读15节到18节。以色列为石松势，你已经大苦过粗鲁，皮肉筋骨，就气杀创造你的上帝，看轻解救你的石盘。因用别的神明激伊的怨毒，拜可恶的偶像，惹伊受气。因祭拜鬼神，这个鬼神毋是上帝，是因毋捌的神明，是新的近来才有的，是恁的列祖无得惊的。生恁的石盘，恁无看重伊；生恁的上帝，恁袂记得伊。
这段我要来分享的是人的软弱甲背逆。15节是讲以色列人因为妇女变做骄傲，竟然转心离开迄个拯救因的上帝，因转向虚假的外邦偶像，这种灵性的不忠，激发上帝的愤恨。因为百姓去敬拜毋捌的神明，迄是连祖先拢看袂起无灵的规模，所以摩西真艰苦心，百姓竟然袂记得迄个创造因，佮想使因活命，养饲因的造物主，所以会使讲肉体的饱足是灵命的危机，因为过了太史时，就会袂记得上帝的教导。伫其他版本的15节有出现一个名词，叫做亚述伦，是正直的意思，是咧指以色列。当亚述伦肥粗养长骨的时，就离开上主。人真容易伫顺境中发展出灵性的健忘症，将稳定看作理所当然。当咱开始算小家己的成就，却无看上帝的作为的时，咱就会开始离开稳定的源头。伫箴言30章第9节讲：恐惊阮饱足，就毋捌你。就亲像一个人初初创业的时，拢会常常来祈祷来倚靠上帝，迫切祈祷求主来帮助公司有好的发展。但是等到公司稳定有发展了后，咱的祈祷就会哪来哪少。咱若是感觉成功是家己的功劳，就渐渐无搁再需要上帝。这就是人的背逆，这是真危险的代志。刷落来，我来读19节到35节。上主看见就放杀因，因为因的查某囝惹伊受气。伊就讲：我无要搁插因，要看因的结局安怎。因是亏欠的世代，无忠实的囝儿。因拜毋是上帝的神明，激我怨妒；因拜偶像，惹我受气。我就用正民族的人民激伊怨妒，用愚戆的国民惹因受气。我受气的火得倒，倒到阴间极深的所在，消灭大地甲一切的土产，吞灭山的根基。上主阁讲：我要不断用灾祸攻击因，用我钱内的所有的钱射因。因为饥荒消散，互炎热甲瘟疫吞灭，互野兽咬着，受毒蛇攻击。外面有刀剑，内面有惊吓，互少年人甲在室女、食冷的婴仔甲白头毛的老人拢袂亡。我原本要彻底消灭因，互世间人袂记得因的名。毋过我惊因会对敌自夸，惊了因误会，惊了因话讲，是我拍败以色列，毋是上主的作为。因是无晓想的民族，无一撮知识，顾袂得因有智慧，会明白这个事，袂晓想家己的结局。若毋是因的石盘，甲因卖互人；若毋是上主去杀因，因的对敌哪会一个拍败因1000个，两个互因10000个逃走？因的石盘无亲像咱的石盘，咱的对敌嘛安尼承认。对敌的葡萄树是索多玛的种，对蛾摩拉的园刷来的。因的葡萄是毒葡萄，规拍拢是苦的。因的酒是大尾蛇的毒，是毒蛇致命的毒。
上主将对敌所做的歹，拢封密伫伊的府库。伸冤报应在伫上主，时机一个到，伊会甲因报应。因拄着灾难的日君啊，会真紧受刑罚。以上是19、19、35节，我要分享的是上帝的管教甲提醒。耶和华看见伊所疼的囝儿，竟然安尼看轻甲藐视伊的疼，因为安尼耶和华真忧伤甲受气，所以决定要收回伊的祝福，要予因承担失去上帝保护的后果。因为百姓用假神来惹上帝生气，所以上帝嘛用弱小的外邦人来修理因，要予因感觉真见笑。第22节所表达的是上帝大生气的形容，所以上帝宣告要降落济济的灾祸，真准确来刑罚遐个悖逆的百姓。续接24节到26节，这3节讲到上帝全面性的刑罚，这个刑罚极其强烈。若是上帝硬心要照伊所讲的来做，是会彻底来将以色列百姓完全的消灭。但是上帝毋愿互对敌来误解，是因为因的溃力来消灭以色列，所以就无对以色列实行伊的刑罚。所以摩西怨叹百姓完全无判断的能力，心中无一丝智慧，无法度来体会上帝的心意。摩西真希望百姓有智慧，会通看较远的，知影这条悖逆的路是通到灭亡。对30节到35节，拢是摩西希望百姓知影的代志。希望百姓知影，若毋是上帝亲自来放弃保护，遐弱小的外邦人是完全无可能来赢过以色列人的。拄仔讲这段是要来讲上帝管教甲提醒。管教常常是化妆的阻碍。第20节，上帝讲：我要因安面。上帝管教往往毋是直接动手，反倒是放手。华语讲任凭，就是处在伊的应许，无爱插因的意思。但是第35节讲，伸冤在伫上帝，表示上帝有权掌权。上帝管教是为着要阻止百姓来进入灭亡。管教虽然真痛苦，却是上帝慈爱的本性，因为伊看咱做宝贝。以弗所书第12章第6节讲，主管教伊所疼的人。最后，我来读36节到43节。上主要为着伊的子民伸冤，要怜悯伊的仆人，因为伊看见因的气力已经无去。自由的甲无自由的，连一个拢无留地。伊要讲，因的生命伫倒位，因瓦壳的石盘伫倒位，遐食因献祭油，啉因电手祭酒的生命，当着起来帮助因，保护因。恁着知，只有我是上帝，我以外无别的生命。我互人死，嘛互人活；我拍伤人，嘛医治人。无人会当对我的手头解救伊。我天举手，用我永远的活命立誓，讲：我要将我金闪闪的刀磨内执行审判，报复我的对敌，报应怨恨我的人。我要互我的钱啉血，啉遐受台受掠战士的血。我的刀要食肉，食对敌遐个长头毛的领袖的肉。列国啊，着甲上主的子民做伙欢呼。上主要为着伊的仆人所流的血伸冤，保护伊的对敌。
赎回伊的地甲伊的子民以上。最后一段，我要来讲上帝的怜悯甲救赎。信实的上帝是咱最后的愿望。当百姓力量耗尽，拢无法度的时，上帝是唯一咱的倚靠。上帝讲：除了我以外，并无别个上帝。上帝虽然管教刑罚，因为上帝有怜悯，所以嘛要医治甲拯救。这首诗的上尾讲，救赎伊的地甲伊的民，这对以色列百姓来讲是上界大的福音。咱人无才调保证永远无会犯错，嘛无法度保证咱永远拢会来倚靠上帝。但是上帝却甲咱保证，伊会永远听咱，永远保护咱，嘛永远袂离开咱。上帝的信实赢过咱的软弱，上帝的恩典赢过咱的错误。提摩太后书第2章13节讲：咱若失信，伊犹原信实，因为伊袂当违背家己。这节经文嘛会通看出上帝的怜悯甲信实。伊所做一切拢是出伫伊的疼，为着是要来拯救咱。感谢咱的天父上帝，今仔日分享就到这。愿上帝话成做咱的帮赞。咱三甲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美好的创造，有你的同在，每一日日日拢有丰盛的恩典。不过，阮承认阮真软弱，常常袂记得你的教示，直到阮伫风声中失迷，伫顺境中离开你，哪来哪远？但是感谢天父上帝，赏赐你的宝贵的话，互阮透过日日圣经强读、写灵修笔记的操练，互阮哪来哪入捌你，嘛搁较清楚上帝的心意。今在领受摩西的歌，互阮深深的明白，你是信实的上帝，是阮的石盘，嘛是阮的拯救。你的慈爱永远无离开阮。阮要更加有信心，持守阮的信仰，用顺服的心来回应你的听。恳求天父上帝安康听阮众人的祈祷。原来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，阿们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。这是我的神，我要赞美他，我要尊崇他。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你凭慈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，你凭能力，你凭能力，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。耶和华众神之中，谁能像你？谁能像你？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施行其事，显出荣耀。耶和华众神之中，谁能像你？谁能像你？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施行其事，显出荣耀。耶和华必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耶和华必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耶和华必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
耶和华必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耶和华众神之中，谁能像你？谁能像你？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施行奇事，显出荣耀。耶和华众神之中，谁能像你？谁能像你？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施行奇事，显出荣耀。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施行奇事，显出荣耀。